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了耶和华，既若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了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了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互你拢总的病。请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20首。咱要连续来唱2摆，请起立。请咱这回摆动我们身体，一同来唱这首诗歌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拍鼓跳舞歌念我的主兄弟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你去亲下伊的主爱你你，唱歌学乐，转念大自在，跳舞欢喜，电音好听，做家己看早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咱就愿意感谢我的主兄弟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真是敬拜奉献做偌济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拍鼓跳舞可念我的主兄弟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你去亲下伊的主爱你面，唱歌学乐，转念大自在，跳舞欢喜，电音好听，做家己看早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咱就愿意感谢我的主兄弟。哦哈嘿，哦哈嘿，真是敬拜奉献做偌济。请咱议员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于17日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来掀开圣经后壁启文第47篇。启文47篇。众海岛啊，就听我的话。我伫胎里，上主就警告我。伊互我的喙亲像来刀，佮互我正做无尖的剑。伊有对我讲：“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。”我就讲：“我拍拼是空空。”抑句我靠上主替我心愿。我伫胎里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。要互雅各归向伊，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。伊有讲：“你做我的奴仆，通行起来雅各的支族。”毋若安尼，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。我嘛要设立你做立邦的光。请咱三脚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听堂妈妈伫阮的桃园教会，赏赐阮好的牧者伫阮的中间。
主，阮伊要感谢你，也想使即个根治牧师夫妇来伫阮堂教会，主你的圣神也来大大来充满祝福，互伊有健康的身体心灵，也恳求你的圣神来祝福伫即个真君传道的服侍，也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伊。亲爱主，阮的堂教会需要主你的圣神的引带甲带领。主啊，阮特别也为着阮常常伫阮日常生活中间检查阮的心思意念，阮做无下主你旨意的罪，阮伫遮游玩，搁一遍恳求亲爱主来施阮怜悯，赦免阮的罪过。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。主你的圣神来充满阮，充满堂教会，互阮有活泼的敬拜。互阮有平安喜乐的心，每一天无要紧，是伫教会有平安喜乐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工作上，伫阮的厝边，有缘爱有主你的平安甲喜乐伫阮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阮恳求你的圣神大大来充满这个教会，也互阮的所做所行，拢会使合乎主你的旨意，也真正是。要得到主你的欢喜，主你的圣神来引带束缚，互根治牧师伫新的带领、新的计划拢有你的圣神来坚固伊的手所做的工。亲爱的主，阮这个131周年的教会，要伫这个社区做光、做盐、做好厝边，恳求圣神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会使来活出基督，做一个基督的精兵，好打为人传福音。做见证来迎神益人，恳求你的圣神也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真正传道的正道，恳求你的圣神保守带领。特别为着病痛兄弟，阮要献上代祷。教会中间有侪兄弟姊妹身体病痛，阮恳求亲爱主你施阮怜悯，保守医治。为着出外的有缘，恳求你保守带领因。阮也将今仔聚会完全仰望伫你的手，祈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，阿门。请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，是伫以赛亚书的42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4节。看，我的路步，我所扶持的，我所竞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有将我的神予伊，伊要将公理传予外邦，伊无宣发，无出声，也无互基路里听见伊的声。受伤的芦苇，伊无压制；要花的灯火，伊无拍熄。伊照真实将公理传播，伊无凊心，也无失胆。得到伫伊地上设立公理，海事拢听候伊的教示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下面赞美要请圣歌队，主的名有能力。
正道，咱今仔要请真君传道来正道。今仔的题目是诚做5万的记号，诚做5万的记号。同心来祈祷，主感谢你，互阮伫遮做阵敬拜你。主啊，恳求你开阮的心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透过今仔日的分享，更加认捌你。主啊，也求你对阮讲话。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咱咧讲平安的时阵，咱敢真正有平安？有。即礼拜发生一个真大的事件，互全世界拢无平安。119，有的人讲，即若像911共款，互全世界拢无平安。其实我嘛有淡薄仔无平安，但是我的平安毋是因为119的代志，是因为我昨食一个鸡排。我食鸡排的时阵，伊迄个肉就是夹住我的牙齿，结果我就甲摕落来，结果我的牙齿就落落来啊。所以我真惊讲，我等者讲话漏风，希望大家搁听有安尼。好，我咧准备即个讲道片的时阵，我就拄着迄川普当选嘛，我就直直咧想讲，其实我应该甲即4早今早。都互川普知影，我应该寄一个批，互迄个总统，互伊知影，一个做上帝的萝卜是应该爱安怎做的。毋过，但是我今日讲道的时阵，川普无坐伫遮，所以我今仔日会用无共款的角度来讲道。即首诗吼真特别，以赛亚书有4首萝卜的歌，头拄咱所刻印的，就是第2首，嘛是萝卜的歌，这是其中的一首。咱若看周报的最后一页，有我的讲道大纲安尼。我讲即首诗真特别，是因为伊伫4早的中间，伊就出现3摆的正义。那安尼，即首诗的关键的字就是正义，就是公义。那安尼，这个公义是要代表什么意义呢？即首罗卜的歌是要对咱来讲什么话呢？即首罗卜的歌对咱今仔日的信仰团体，也就是咱，诚侪上帝的罗卜，是要对咱讲什么话，有什么启示呢？咱详细来看，我的罗卜，我扶持伊，我所拣选，我所欢喜，我的神所欢喜的，这是代表上帝的主爱，甲主权，上帝呼召罗卜，佮支持伊，诚做。拣选伊诚做罗卜，罗卜即个字真快，对罗卜甲王，但是拢是讲着倚靠，就是即个罗卜是主要要表达是咱来倚靠上帝的意思。扶持即个概念主要毋是家己开啦，是上帝对罗卜有主权。选择主要毋是上帝咧选择别人，主要的是上帝予伊任务，上帝予伊任务，亲像上帝呼召先知一样。欢喜常常是来讲上帝欢喜伊的罗卜，伫希伯来文有接受的意思。可见这段经文就是咧讲上帝有主权、有权利、有主权，罗卜是倚靠上帝的气力。毋是倚靠家己的气力。即在经文中，我的罗卜，我所扶持，我所拣选，我所欢喜，我有将我的神予伊，使用6摆的我来表达罗卜要诚做上帝的媒介。罗卜上帝要透过罗卜将正义传予咱，上帝的信心甲罗卜同在。那安尼，咱一定来问讲，那安尼罗卜的任务是啥物？即个经早甲咱讲，伊要为万邦万国带来公义。那安尼，即个罗卜佫是啥呢？咱今仔日对以赛亚书的背景来看，即个罗卜咱可能
基督徒可能真自然就受到耶稣。耶稣无毋对，耶稣是上帝的奴仆，但是咱若为以赛亚书的背景来看，头拄仔咱念启应话的时阵，第二个奴仆的歌搁较清楚。即个奴仆是要带以色列人，互带村的子民倒转去家己的故乡，也就是讲，伫以赛亚书迄个背景是以色列人受掠，所以即个奴仆对因来讲，就是要带伊倒转去家己应允的地。所以面对帝国受掠的以色列人，面对帝国的压制，倒转去家己故乡的惊吓甲危险，伊期待上帝以极大的神迹来结束受掠。经文的处境所显现的是出埃及，也就是脱离巴比伦的苦难。对受掠的以色列人来讲，是新的出埃及。奴仆要追求公义，互因带来一个新出埃及、新正义。也就是讲，因期待一个王，期待一个领导者。伫即段经文中出现3摆的“伊要宣传公理”，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呢？伊要宣传公理，即句话有正面甲负面的意思。奴仆宣传公理，带来审判，也带来毋望，为万国万民带来拯救。受苦的奴仆诚做毋望的记号。公理原文是的意思有审判、判断、宣布合法、律法的意思，也有因为上帝的审判公义带来毋望欢喜的意思。公义会使透过人甲上帝的审判带来实现的结果。公义是普遍必然的疼。那安尼，即个公义就毋若是程序正义，搁较是转型正义、分配正义、土地正义。就是讲，伊要宣传公理，一方面表达上帝的决心甲行动，一方面嘛要表达当时的社会是缺乏公义。那安尼，咱继续过来看。即则奴仆的歌，伊继续写到的是，伊无喧哗，无出声，也无互加罗里听见伊的声。咱可能会感觉真奇怪，为虾米无出声？抗议毋是爱伫街头中出声吗？为虾米即首诗讲伊无出声，无喧哗？敢有可能是因伊已经痛苦到无法度出声？敢有可能是即个场所公开的场所已经是一个真悲伤的所在，所以奴仆无想要搁加添痛苦的气氛。咱可能真难想象咱的街头都无安尼的状况，但是为虾米即首歌要宣布安尼的信息呢？为虾米即首歌要宣布安尼的信息呢？上帝有能力保护奴仆吗？若是有，咱要安怎知影上帝甲咱同在？奴仆表现出一种温柔佮坚定的气力，无因为压迫的环境来受打击。奴仆会因为上帝所交托的任务来拄着危险，但是上帝怜悯甲奴仆同在，互伊面对压迫，伊佮软弱佮坚强。所以经文才写着，受伤的芦苇伊无压制，要花的灯火伊也无拍扫。那呢，咱可能会来问，谁是受伤的芦苇？将是的灯火呢？这是咧描写啥呢？谁是要花的灯火？是奴仆家己，也是伊身躯边的人。即句话鼓励因，也鼓励家己，鼓励受掠以色列人面对帝国的压制甲跋涉，人民充满无奈，但是上帝
的公义要临到因。受苦的以色列人，受掠的以色列人，面对倒转去家己故乡的惊吓甲危险，伊真欢喜，但是嘛真惊吓，所以期待上帝会有一个路宝来伫因的中间，来互因有新的正义。也就是讲，上帝无弃杀任何一个人，上帝会保守因，互因无压制、无丧胆。上帝的怜悯，互罗伯同在，互罗伯亲像有气力的弱者，愿意帮助受苦的人，依照真实传播公理。这首歌使用7摆的舞来表达。当时的社会是欠缺公义，当时的社会真痛苦。但是上帝的审判要来审判阿要者，上帝的公义要带来的是安慰佮拯救。上帝的公义有坚定的气力，互罗伯真做有气力的人。这首歌嘛是咧对咱讲话，上帝要牵咱的手。来保守咱。若是你的状况，亲像受伤的围炉，要花的灯火，你敢有确信上帝的慈爱、怜悯甲你同在？基督徒上大的倚靠是上帝，咱爱学习亲像上帝的路谱一样，伊无尽心，也无丧胆。当咱因为追求公义，会拄着真济困难，也是咱面对工作顶面的困境，也是人际关系，也是家庭，咱常常会去互人讨厌，也是误会的时阵，咱会使学习亲像上帝的路谱，遮尔啊勇敢吗？伫咱的社会，咱可能嘛拄着安尼的情形，咱可能。有搁会拄着搁困难的情形，但是当咱拄着安尼的情形，咱的社会就亲像2+2=3，或等于5，或等于7。伫安尼的情形下面，咱敢有勇气跳出这个框框，提出一个正确的答案？大家拢知影2+2=4吧？基督徒来追求公义，永远用听来追求公义。咱毋是拥有真理，而是追求真理。伫南神读册的时阵，阮的学校就是铁路边，而这个铁路边，因为伫4年前，因为政府要铁路地下化，要来征收差不多400户的居民。当阮开始了解的时阵，才发现真侪伤心的故事。真侪无公义的故事伫内面，有真侪居民真做因为安尼忧郁症，居民开始学习要安怎看公文，要安怎抗争，要安怎找律师，要安怎找教授来帮助因，互因的厝，互因会使有因的厝会使住。而当阮开始关心这个土地议题的时阵，才发现规个台湾。真侪无公义的事件直直咧发生，到今仔日嘛是咧发生。高雄的一个菜市场嘛无缘无故就去人拆厝，而阮有一群学生，就用艺术的方式，伫即个厝来为艺术来表示阮的居住正义以及土地正义。当阮开始关心的时阵，才发现真侪所在。南部、北部、全台湾拢咧发生。这是2年前我参加学生运动，到伫苗栗大埔甲后龙的所在，阮开始关心土地议题，才发现政府所讲的依法行事也改变。当居民提出抗议的时候，政府就改变那个法律。然后就依法行事，而当居民又提出抗议的时候，政府又改变那个法律，所以我就发现，这政府是球员兼裁判，真侪无公义的事件伫台湾咧发生，而且这嘛毋是伫台湾尔，更加是全世界有真侪人的厝
拢去互人拆，而遮大部分的厝拢是老大人，所以侪无公义的事，伫阮的身躯边咧发生。我会记哩，阮伫咧即世当来，阮伫咧合作遮的居民受灾户的抗争的时阵，我的印象上深的是，有一摆，阮去到台南市政府，阮去到遐内面的时阵，阮希望阮的全部的人拢会使入去，但是伊甲阮讲，恁一个团体代表才会使5个人进去。安尼的状况，安尼进行了，阮就派3位教授，佮1位老大人，佮1位立法委议员，安尼代表入去。当代表入去的时阵，因为第一位教授伊的家己的厝就是受灾户，伊讲伊因为讲话讲伤长，就去人拖出来啊，所以后来3位教授就去人拖出来啊。第4位是80几岁的阿嬷。嘛是太平境教会的会友，伊就入去讲话6分钟了后，伊行出来，伊就哭啊！迄时我的心肝内真艰苦，因为阮大概抗争的时阵，遮的老大人拢是真艰苦，但是阮拢甲遮的老大人讲，袂使受气，若是受气，咱就输啊，路还阁遮长，所以伫迄届。更较艰苦的是，后一个团体是新老病院。咱拢知影新老病院是丢了教会的团体，是一个信用团体。而新老病院入去，伊的发言，伊讲啥物话，互我感觉真伤心。伊讲，伊甲政府讲，敢有可能因为伫咧施工的期间，伊的患者会减少，政府才会使来补助阮。当我听到即句的时阵，我真伤心。信用团体无诚做即个受灾户毋茫的记号。我要讲的是，咱基督徒无一定会诚做一个毋茫的记号，但是圣经甲咱讲，咱做上帝的老母是诚做一个毋茫的记号。潘若华伫咧即句话是潘若华讲的。不只替巨轮所压伤的受伤者包扎，还要阻止巨轮继续滚动。也就是说，教会毋但是帮助遮的受害者，阁爱对抗即个制度的无公义。即个潘诺华是伊伫德国伫咧希特勒的时代，伊是一个牧者，伊嘛是一个教授，但是伊伫迄个时代。伫迄个时代是希特勒屠杀600万的犹太人，而希特勒也宣称他是一位基督徒，所以伫迄个时代有真侪德国的教会是支持希特勒来杀人的。但是潘若华伊诚做一个基督徒，诚做一个牧师，伊勇敢，伊放弃伊伫美国的家册，转去甲伊家己的故乡德国。来帮助伊的德国，来伊组织一个团体暗杀希特勒，就是迄个潘若华，伊为着追求公义，伊甚至到尾，伊去掠去集中营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。我要讲的，毋是讲咱爱学习即个潘若华丧失掉自己的性命。咱爱学习的是，教会爱诚做一个追求公义的团体。耶稣比宗教更较大。咱追求公义，咱毋是拥有真理，而是追求真理。奥古斯丁说：“如果你感到自己已经明白圣经，或者圣经的任何部分，但借着这种理解，你没有建立在对上帝和邻舍这种双重的爱，你仍然不明白圣经。”也就是讲，圣经诚做咱追求公义的标准，但是咱毋是用圣经来压迫人，而是用疼心来追求公义，疼厝边。新约马太福音12章18、19、21节，
引用以赛亚书来表达耶稣的身份是上帝拣选的奴仆，有信心会当知耶稣的任务是传予万民公义甲毋茫。但是耶稣嘛是拄着真侪困难，但是伊勇敢，伊无丧胆，伊为着咱来死，钉伫咧十字架顶，互咱加做好好的记号。上帝的疼，上帝的死，搁活，互咱加做一个正义的记号。直到伊伫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拢听候伊的教示。地洲甲海岛是万国的意思。这个教示是原文是为妥拉来的，也就是有经律法，有听候律法，期待律法的实现的意思，就是讲上帝的奴仆要建立一个普世的公义，期待一个新的正义新会出来去。这是奴仆的事工，也是要带以色列人脱离，倒转去家己的应允的地，创造新天新地。这是新约，也是耶稣所做的代志。这段经文邀请咱，诚做一个毋茫的记号。那安尼，咱三角来思考，教会要安怎诚做一个毋茫的记号？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讲祈祷，对，祈祷真重要。祈祷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也是生命的行动。也就是讲，祈祷，咱爱祈祷，阁有公义的行动。但是除了祈祷，阁行公义了后，咱阁爱听候上帝的家己的时间，因为祈祷甲行动，无一定会带来咱期待的结果，所以咱爱听候上帝家己的时间。潘若华伊讲，教会爱诚做他者的教会，唯有当他者自诩成为他人而存在的教会，他才会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桃园教会爱诚做别人毋茫的记号。这个别人，也就是咱的厝边、咱的社区，咱要诚做一个毋茫的记号，也就是讲，咱的教会，毋那只是咱遮的教会，是真正是桃园的教会，是一个桃园的教会。这句话就是4年前我参加总会义工团到伫日本下马号的仙台的所在，来帮赞311海啸受灾户的居民。而这个下马号这个组织是一个学生团体的组织，是由一群20几岁的少年人所发起的，所组成的。阮用骑踏车的方式，你去到灾区帮忙。阮帮忙的所在有仙台甲石卷这两个所在。当我有一摆甲即个少年人开讲的时阵，我问伊讲：你读啥物？伊讲伊读国际合作，但是我即马休学，我就真好奇，想怎休学？我就问伊讲：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伊讲对，我必须要伫遮。即句话真心感动我。若是我的台湾发生即种代志，我敢有可能安尼做？就是即位大学生，伊愿意放弃家己的学业来帮助遮个受311海啸了后的居民。而这是4年前，而到今仔日4年。他们这个组织在今年也会结束这个救灾，然后他们在今年也会来到台湾，而将来在明年可能会跟那个熊本合作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青年有意愿，每年的暑假，台湾有将近100位的学生，100位的青年到日本帮助他们救灾。如果明年大家有机会，也可以参与。
而伫阮伫咧迄个街道上，他们总是贴满了标语，鼓励他们。有一句话是：“爱的勇气是明天的希望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位大学生他看到需要而愿意付出行动。那安尼咱呢？咱有伫咱的社区、伫咱的身躯边看见啥物吗？有一届我参加告别式，我的心真感动。我看到迄故人阅历，伊的一生实在是真痛苦，但是伊伫10当前来到桃园教会，伊的心、伊的生活开始改变，充满盼望。迄阵时我真感动，桃园教会要真做是大人盼望的记号，桃园教会也要真做儿童、青年盼望的记号。桃园教会也真做原住民的记号。咱知影，咱伫即个所在有真侪原住民，搁较侪是移工。全台湾的移工已经超过原住民的人数，而桃园是最多移工的地方。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成为移工的盼望、原住民的盼望、老人的盼望、青年的盼望、儿童的盼望？我们一起来思考。我们回到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以赛亚书42章，伊描写上帝的老母看见需要，愿意付出行动，用疼来陪伴这受苦的人。受苦的老母真做盼望的记号，互万民带来公义，互万国带来盼望甲安慰。而这个公义，也就是希望咱显现耶稣基督的疼。咱伫咱的社会，要安怎显现耶稣基督的疼？对其公义，真做一个记号。而咱无需要真光的灯，亲像照明灯遐尔光。咱需要的只是微微的光，就亲像蜡烛，也亲像即则经文所写的。白花的灯火，伊无拍死，咱无看轻，无绝望，不冷漠，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专心倚靠上主，互上帝的信心充满咱，使互咱生命的勇气伫生活中见证。就像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一句话：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盼望的记号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互教会伫遮设立8偌冬。主啊，阮求你的信心，搁一摆充满伫各位兄弟姊妹中间，帮助阮活出耶稣基督的疼，成做盼望的记号，伫阮的身边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工作顶面，伫阮的厝边。阮的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主将你的为，越将你我心。今仔来吟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请咱起立。恳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我甲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看好好，假使我仍欠欠你施请，
在我读一遵守你诫命，我伫黑暗中做光景，一切因错失袂人，这是我人生的前望。请坐，这时来奉献。要请秀碧执事甲简诚执事。这是来报告，请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看我的罗卜，我所扶持的，我所竞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有将我的神予伊，伊要将公理传予外邦。以赛亚书42章第1节，请。看我的罗卜，我所扶持的，我所竞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。我有将我的神予伊，伊要将公理传予外邦。以赛亚书42章第1节，看我的罗卜，我所扶持的，我所竞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。我有将我的神予伊，伊要将公理传予外邦。以赛亚书42章第1节。请咱来看周报的第一面，属奉的同工，请咱来注意下礼拜的服侍。周间的聚会，由愿请兄弟咱家己来看。第三页提醒就是青溪区的小组的聚会，要来该探访。奉献的部分，也由愿请兄弟看咯，毋对，请中一来更正。请咱来看。消息的报告，第7面。今仔日是咱的约定奉献主日吼，请兄弟来踊跃来奉献，回应上帝恩典。下晡咱伫1点，伫7:10要来召开教育部的会议。请咱的同工
咱牧师团队下面的同工有愿请咱兄弟家己来看，请准时来出席。下晡伫2点，咱要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，而且要请新任的中职做伙来参加。会后要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加。下主日是台湾实行院的奉献主日，咱要请洪文教会即个黄玉文牧师来咱的教会来请安，请兄弟为即个事工来代祷奉献。第二，下礼拜也是即个感恩节的主日，愿请咱兄弟来即个孝顺上帝恩典来奉献。教育部的主日有愿伫12点半要来举行着中职团契首长同工的训练会，要举行中职团契首长的同工训练会，所以请咱的即个中职即个团契首长伫下礼拜中昼12点半要伫705室来举行，所以请咱的同工来注意。教会消息，就是11月19日，就是即礼拜六，咱伫下晡5点半到8点半，咱要伫咱6楼的副堂，咱的关怀部甲团队部要来即个合办咱的新集体欢迎餐会。咱敬请咱的邀请咱的中职同工，咱即个新的集体兄弟姊妹、新朋友，也是即个新婚夫妇无队友，拢会使做伙来参加。第二就是而且有一个2016的即个幼幼运动会，要欢迎即个爸爸妈妈带伊的小朋友做伙来参加。第三就是咱为今仔日开始要来接受到会友来订圣诞糕，请会友若要登记要来订购即个圣诞糕，请你伫11月25中昼进前来登记，这是伊的截止日期。若是咱要用咱的办公室登记嘛是会使。咱第4点是好会手册的资料，请伫12月18日以前来教会办公室。好会手册的资料，教界一些消息，咱有愿请兄弟家己来看，其他消息是合作社会开会，请咱同工来看。下面咱要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的朋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即个金经团队第一届，是即个主堂直接来讲道所以因为第一届，所以咱用普仔声来大家鼓励。后一摆就无普仔声当鼓励平常时私底下甲伊沟通，拢是用国语、汉语讲话。今仔日讲到听伊讲台语，较发现讲伊讲台语真古锥。你袂感觉真古锥嘛？甲我细汉的时阵我相共像我臭年代，可能是喙齿落一起的关系啦。是无毋对，当咱做基督徒的一天，咱就是上帝的奴仆。咱就是上帝的奴仆，咱就有必要。是咱身躯边的人，咱的社区、咱的社会，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怜悯的心，来听从上帝的话，来行道。嘛，毋忘咱继续来关怀、关心，为金军团队来带导甚至是协助伊一青年牧区的即个培养以及侍奉。一只嘛要来介绍来到咱中间第一届甲咱聚会的朋友。这是郭明伟柯明伟弟兄厝内底的人吗？坐伫倒位？坐伫遐吼。爸爸妈妈阁有兄哥小妹囝儿拢有来。
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啊，毋望咱等下伫爱餐的时阵会当协助，吼，因的家族啊，做伙来用餐，做伙来欢喜。啊，一只嘛要来补充报告，就是讲后主日即个教育部所办的即个中职团契首长同工训练会。啊，毋望毋若是咱教会即个中职同工，若是有心要了解讲啊，下暝度啊，教会事工要来进行，目标方向是安怎？一只嘛欢迎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哦，共同来参与，共同来关心。啊，一只我嘛小可做一下解说，可能顶礼拜我公布了，大家想讲今仔日我得来讲道，吼。啊，总是我要讲的是，咱的教会的节期，咱刚知影讲是对节节开始。教会节期从哪一个节开始？是啦，你跳伤紧。大港节啦，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就是11月27啦，吼，11月27，所以迄是我吼第一届要来伫遐来讲道，吼，毋是年初哦，年初一定过圣诞节的第二主日啦，吼，直接来做一个解说。好，以上一只补充报告。请咱来念上言第391首。请起立。我的体天主宰，从这体天高海，不可阿明，安安的菩提，当心我乐上天，我乐上为天。别家相信，阿门。请牧师祝祷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你的疼痛，以及信神的相通引带，特别帮助阮。每一位你的信徒，你所竞选的路卜，真做厝边，真做社区，真做国家，毋忘的记号，对即时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，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
电压、滑倒。请牧师来举行平安礼。好，请咱做伙起立，彼此握手，讲平安。